每次當香港頂流出事，都總有人出嚟幫拖，唔係小罵大幫忙，而係用讚美蓋過反對質疑聲音。為佢發聲嘅有知名網紅同埋一系列受惠機構。今日陳大貓想討論下，其實乜嘢先至叫做為善？好多人成日話姜濤做咗好多善事，其實係佢本人定佢啲歌迷做善事，兩者已經有好大分別。好多慈善活動都掛上姜濤後援會嘅名義做贊助，咁姜濤本人有冇參與過件事？究竟佢係一毛不拔，定係純粹粉絲幫佢買光環，打鑼打鼓咁做善事？說穿了就係為偶像貼金。當然有人受惠都總係好事，但係我會更欣賞古天樂同余慕蓮低調默默做，唔係為咗 exposure。正所謂大隱於市，不經名利。真正嘅善心係不為追求名利，更加唔會以做善事去炫耀自己。作為偶像歌手，當日喺選秀比賽勝出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因為要喺娛樂圈發展，對好多人嚟講都係求之不得。你得到咗機會就應該珍惜，就應該不斷努力，而唔係假大空豪言講乜嘢要做亞洲第一。之後幾年佢嘅成績大家都有眼睇，唔係做好佢嘅專業聲色藝俱全，唔通每次見到佢都只能夠讚佢有禮貌、有善心、有品，冇其他。以呢啲刻意營造出嚟嘅人設，將佢送上樂壇頒獎台，由人多勢眾嘅樂迷去投票，得到所謂嘅我最喜愛男歌手，看似實至名歸。請問要玩多幾多年先肯收手？講到營造人設，以歌手後援會嘅名義做善事，算唔算係沽名釣譽？唔係話每個機構做善事都立心不良，但咁樣換嚟曝光率同埋影響力，會唔會好得太過分，好得太離譜？善心都變得唔單純。至於受惠機構，佢哋都要搞清楚，應該要多謝邊個？有人或者係機構突然為你獻金，你哋將會得到較多，定係失去較多？始終呢個世界真係講求等價交換。每當呢一個歌手言行出現爭議，都總會見到啲受惠機構出嚟講幾句幫口。我心諗，係唔係做多咗，講多咗呢？人哋為你做善事，捐錢俾你，多謝人哋一聲就夠。做善事唔係為咗儲蓄人情，更加唔係以備不時之需，唔係下下佢出事，受惠機構都要出嚟為佢講幾句好話，用鋪天蓋地嘅讚美蓋過質疑，冇必要，亦冇義務。頒獎禮同慈善機構都唔係俾粉絲界展關懷嘅私人花園。每次人哋話佢名不符實，受惠機構就會喺社交平台出鋪，話佢好有善心。做咩事啫？你哋點解要搞到件事咁複雜，咁多計算？偶像同粉絲受到爭議，唔係呢個世界多 hater，唔該你哋負返啲責任。